知不觉，我耕耘迪丽斯已经9年了。可是今年我也才30出头，也就是说，我把一生1/3的时间都献给了迪丽斯。但这9年我过得很快乐。当你们告诉我说，你们人生当中第一个化妆品用的是迪丽斯，直到迪丽斯摆满了你整个化妆桌的时候，当你们告诉我说，迪丽斯推出的黄黑皮的粉底液，让你不再需要去符合大众的审美，让你能够自信的去做自己，然后大方的去展示自己独一无二魅力的时候，我都感到非常的有意义，甚至说是非常的幸福。迪丽斯就是这样陪着懵懵懂懂的少女长大，看着她们现在变得落落大方、美丽自信，还有好多女孩子联系我，跟我说她的遭遇、她的烦恼、她的心事，她们又是如何振作起来的。这些经历让我觉得，迪丽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化妆品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美妆品牌，它还有更多、更重要的责任。很高兴借着我们新品发布会的机会，能跟新老朋友面对面。迪丽斯，我们是从西藏诞生的品牌，大家都知道这片土地包罗万象，不仅物产丰富，更有着璀璨的文化。迪丽斯一直坚持使用西藏元素去构建我们的品牌，包括我们的原材料，包括我们很多藏文化元素的使用，都让我感叹西藏的美丽。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迪丽斯已经取得过非常优异的一些成绩。但是在未来，我们会依旧秉以初心，把民族品牌带出西藏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来自西藏的民族品牌。我知道大家对于民族品牌有很大的一些刻板印象，很多的贴牌，然后性价比也很低，或者说质感很差，或者说是更多的是靠着民族情怀买单。但是迪丽斯一直以来，我们都在打破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，以高标准、严要求来要求打造品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深知一个优秀的品牌和一个普通的产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我们深知这一点，这就是为什么9年以来迪丽斯一直在这里经久不衰的原因。我相信你们还会一直见证迪丽斯更多的9年。在过去的这1年，迪丽斯开启了我们全新的2.0时代。这一次，我们和世界顶尖的超级工厂科斯美诗合作，采用了世界顶尖级的生产和研发团队，去打造更高性价比的一些产品。我们理念一致，目标一致。我们相信，在科斯美诗的合作中，我们一定会重新定义民族品牌在大家心目中的全新形象。民族品牌世界制造，成为真正的民族大牌。新时代的女性不应该为悦己者容，应该为悦己而容。大家认同吗？对，因为我一直认为，一支口红、一抹眼影带给我们的，不仅仅只是看起来好看一点，让自己看起来容光焕发，我觉得就多了一份面对事物的自信和底气，以及无形之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运气。然而，我曾见过很多的女孩子，为了符合大众的审美，去画上不属于自己的一些面具，画上不适合自己的妆容。其实审美应该多元化，主流的审美是不断变化的，但是我们的外貌却不会因为主流的审美去发生这种改变。我们应该接受自己，化妆从来都不是为了掩盖自己原来的美，而是应该通过化妆去放大自己的独特之处，做最真实的自己，散发比任何人都要耀眼的光芒。迪丽斯意为发自内心，这颗心是善心。我们深信，真正的美丽不仅来自于美丽的外表，而是更来自于内心的一份善意。一颗向善之心，便是这世上
最好的化妆品；拥有一份善念，最好的化妆师便是你自己。品牌创立初期到现在，迪丽热所有的员工都会投身到大大小小的公益中。从今年开始，迪丽热又有了一项新的公益计划。我想在大家的见证下，正式开启西部女性关爱计划。在今后，我们也会继续我们自己的这份使命。迪丽热在这份善心的引导下，我们会创造出一些真正为用户考虑的产品。这也是我想要把品牌做得再强再强的原因。因为在无数次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自己去帮助了别人，更不如说是他们温暖着我们，让我感受到了一些从未有过的一些快乐。但是我深知到，没有实力的怜悯心，不过就是自我感动。之所以我们想要壮大我们的美丽事业，把品牌带出西藏，跟世界的一些大的厂家去合作，成为真正的民族大牌，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，将向善向美的种子散播开来，给人们带去希望、自信和勇气。这就是我的全部野心。谢谢大家。